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7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日有啥物新闻重点。台师大查某卡球队球会换学分的争议摊烧，教育部处长今仔约学生见面，北检嘛主动分案侦办，就答应教练防力被告。台南市调处新营站有调查官洪检举收钱涉入个资，检察官发动调查查考证据，马上反映申请羁押禁见。今年3月，海巡甲检警伫东港外海查到渔船以1人150万要负债的通缉犯偷渡到甘宝济，这案是起诉18个人。来看台师大查某卡球队，互教练要求讲，一工至少抽3解会，连续抽14天来做人体试验。有学生已经互抽超过7档咯。这个抽会换学分的争议，佮继续在摊烧。教育部处长张廖万坚今仔中昼甲检基生等受害学生来见面，佮有人本基金会加入为陪同。教育部即卖已经组成专案小组，要来进行调查咯。咱对画面会当看到教育部处长张廖万坚是行大声。台师大受害学生简基生伫人本基金会的陪同伫中昼11点半嘛到教育部，因拢无接受访问。今仔大家见面要来讨论未来处理的流程，提供学生自相辅导甲法律的协助。即马教育部嘛已经做专案小组，要来进行调查咯。再来看台北地检署嘛已经主动分他立案，要来侦办，就答应教练是互列做被告。教育部伫昨下晡嘛针对违反学术伦理的部分，分别发研究的主持人陈忠庆教授，佮有教练周大英50万，嘛发台师大110万哦。台师大嘛发声明回释码，行政院长杜英台是要求教育部得爱来补救受害学生的权益，针对教练佮有主持人得爱严格来处罚。这不是终点，这只是一个开始。关于教育部的回应，我这边想说，谢谢，终于开始了。对教育部点名违法对研究主持人、甲女卡队教练周大兴甲真济共同主持人各罚50万，佮要求台师大中心也罚台师大110万。受害学生简其生强调，已经等半年，等甲无法度搁等，才站出来讲话。根据昨天学校所发布的新闻稿，我们会据此来召开校园的霸凌审议委员会。尽速召开，针对于学校所提教评会做出的决议，我们会做最严格的审视。一旦涉及到不法或是不当，教育部我们就会退回学校重审。对各界批评，台师大发布声明，对受害同学家长甲所关心教育甲人权的社会大众，伫上深的歉意。检方承认这摆代志是学校管理甲监督的失职，教评会会马上启动定事中心审议，搁伫2礼拜内依法赶紧完成相关的定处。学校会全力配合教育部各区系甲检察单位的调查，提供所需要资料。伫教评会中心审议过程当中，将教师法或涉案老师暂时停评的处置，避免甲有关学生的任何接触行为。针对涉案的教练周大英的处分，学生的面考表达不满，伊指出教部指派3个独立的审议委员会建议改评2年内免搁评，不过最后台师大干了对教练这次1年内无尽心、无监课、无受重点、无行政、无出高等5项处分。请问，这个是纯处吗？这只是说。今年不发给你年终3节，我把你的今年该有的福利收回。我们想问大家，本来说解聘加2年，大家都已经气到爆，说这样不够。那师大，你现在这个结果出来，你觉得大家能接受吗？另外，台北地检署指挥周大兴依照强制侵占定罪，16下晡主动分案侦办，将周大兴电他治案被告。行政院长杜英台也真生气，要求教育部补救所有受害学生的权益，佮对教练甲计划主持人上严厉处理，以正校风。同时也要求卫福部追究计划主持人责任，佮支持北检赶紧进行司法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个台师大卡球队抽回换学分的争议，早起伫立法院有委员是认为卫生福利部应该主动来展开调查了解这个计划敢有违反人体研究伦理规范，佮有医疗法。另外，台美的贸易谈判佮无结果，有风声讲美方要求咱开放美国的牛巴来甲假肉。部长邱泰源是无回应，只表示讲针对国际谈判，行政院会向各人来说明。台师大女子卡球队的教练涉嫌以靠学分威胁学生配合研究计划来抽回，引起社会讨论。
有立委批评讲，这项研究计划已经做7年啊，学生都要连续14天抽血，一天上侪爱去互抽3届。毋若有违反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规范的疑虑，而且共抽血的人，还佫若像毋是医术人员，要求卫福部都要主动介入调查。学校在包庇，教育部在装睡，那卫福部让你选一个，这是装聋还是装傻？抽血到底需不需要医事人员执行？就这么简单，部长你回答一下。原则上依法定是应该要这样。对啊，依照医疗法就是应该要医事人员执行嘛。另外，台北关税谈判新的税率卡关，有风声讲台湾要取消肉品产地的标示，互英国管制美国牛肉内甲肉会当放行，而且同意放入来去多巴胺养分的量等等，来当做台美贸易谈判的指压。针对这点，卫福部并无否认。经贸谈判小组郑丽君副院长说放，你们就放。我们一定是在食品安全的科学分析、风险评估的架构之下。好，那我知道了，你们这3项都有可能要开放。卫福部强调讲，谈判的内容属于国际惯例，无方便公告，要由行政院对外来说明。也若台师大女子卡球队的案件，会互受害学生甲家庭心理支持。也若抽的这个血送去倒位，卫福部会甲教育部做伙调查，一定会严查严办，理清责任，保障受刺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检方接到检举，指控台南市调处新营站一个姓林的调查官涉收钱、涉入个资哦。检察官发动调查，去伊的办公室甲徛家等所在来敲找资料，嘛查考相关的证物。另外，台南嘛传出讲有一个姓何律师协助诈骗集团的成员规避调查哦，佮涉入情报已经互羁押禁见咯。法务部调查局调查班结业典礼上，全体校员徛起来宣誓。校员强调，好将国家法令未违法渎职，也毋过即马说有调查官涉案。台南市调查处新营站一名姓林的调查官，互检举泄露个人资料，也涉嫌甲案件当事人有不当金钱的来往。检方指挥中基站警员去伊的办公室甲徛家敲找。台南地检署证实这件代志，也毋过因为案件侦办中无说明案情，只透露姓林调查官涉嫌重大有串经内政扣留，已经向法院声押禁见。同款发生伫台南的另外一个案件是有律师涉嫌加做诈骗集团帮凶，一名超过20年的资深姓何查某律师，亲像利用律师的身份背信了后，泄露侦查秘密，16互检方声押。本案被告为职业律师，以律师身份同时担任诈欺集团成员及告诉人之律师，显然有悖律师伦理规范。我自己本身就是受害者，然后律师他自己本身又知法玩法，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民众的话，完全是没有办法去抗衡。一般我们都认为律师应该要坚守他的法律专业，而不是来协助犯罪。这件事情是不是凸显了法律制度的漏洞？电院认为，犯罪事实共安被告证人的论述，拢证明姓何查某律师涉嫌重大，蔡春基也搁禁止接见通信。涉案律师事务所对此事也无回应。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花莲寿丰乡滨河村16号，昨透早发生一件造成4个人死亡的火灾哦。家属是质疑讲消防车来了上慢，也毋过伫网络顶头传出一段昨火烧现场的影片，有一个受灾户伫现场哦，一直骂消防员。我干嘛质疑讲安尼，敢有影响到救灾咧？我知道你很紧张，后退好不好？后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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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后退，拜托后退，你这样很危险，你这样很危险，拜托后退。我知道。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伫火灾现场情绪激动，不过安尼指挥消防员安怎灭火敢有适当，引起真侪警义小的不满。那个民众就是一直在旁边这样子大吼大叫，然后就是一直在骂三字经啊，然后还对着消防人员这样破口大骂。根据警方的资料，这个查甫人是受灾户的头家，16透早发生火灾的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斗相共。不过，伊的行为是不是牵涉到违法？消防局启动调查。以火灾现场的话，我们是希望民众不要到现场去做一个指导的一个动作了。本案的事件的部分，我们会研讨相关的一些措施收集相关的一些证据来做一个后续的一个检讨了。面对质疑，黄先生今仔日嘛出来回应，讲是因为真着急，迄当时敢若赶紧想要把人救出来。我当下情绪激动，所以可能有很多不当的言论，甚至说去辱骂这些消防员。我在此对你们消防员说声道歉，不好意思，抱歉。
死者家属是希望大家会当体谅一直伫等上车到场的亲友情绪是安怎这么激动，而且当时也有4个人掉伫内底，希望爱检讨的应该是安怎上车找无事故现场。你一上桥之后就会看到火源了，可是你们迟迟找不到我们家。当下我们那个寻求帮忙的朋友、亲朋好友都已经到现场了，可是你们救灾的人员呢，在哪里？黄先生除了回室内，也承诺员工这届的火灾后续丧葬费由公司负责。消防局是表示会当体谅亲友的心情，不过也是希望民众会当加灭火交予专业，避免更加侪人受伤。记者采访报道。来看今年3月，海巡甲检警伫东港外海查到渔船1冲号，船顶是载10个涉诈欺毒品等案的通缉犯。检调查嘛发现讲，这阵人是以一个人150万的费用，按什么偷渡到柬埔寨。这案计共起诉18人，检察官嘛更请法官判这主嫌当刑。现在时间中华民国114年3月14日，现在距通报渔船0.1海里。我近目标渔船，海巡人员就直接跳过，准备上船抓人，一个手拢互速大北的箍伫甲网。今年3月时，这只载通缉犯的渔船1冲号想要偷渡出海，屏东地检署接到通报指出，有姓寇参姓吴的查甫人组成偷渡集团，每一个人偷渡费用150万，一个又一个招募通缉犯，以联络渔船，甚至搁甲柬埔寨迄边的诈骗机网合作，会使到当地继续做诈骗害钱。载运10名未经正常管道非法出境，陈姓船长等3人驾驶渔船从南部地区出海后，于外海等候接驳偷渡出境，欲前往东南亚地区的犯嫌。这10名通缉犯坐渔船对台湾出海，闪过港口甲检查系统，毋过海巡单位早就掌握，随出动船者伫东港外海将船炸落来。船顶10名要偷渡的有9个台湾人，有诈欺毒品甲枪炮通缉犯，一个中国籍非法入境。全案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本队呼吁国人，若发现海上不法活动或走私偷渡线索，可拨打海巡118。屏东地检署指出，偷渡犯内底有8个人，其中1名阁是排7条诈欺案件的通缉犯，拢已经予法院判刑，准备要坐监。检方以移民法、国安法等罪名起诉18个人，并建请法官对主嫌姓柯的查甫人重判8年，共犯姓吴的查甫人6年6个月。法官嘛裁定全部契约禁见，原底判刑确定的，拢爱阁送回去坐监。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有外国媒体指出，讲台湾的渔船虐待外籍渔工今仔早起，职业工会甲民间团体是去劳动部头前抗议，因呼吁讲，甲互阮用渔工，嘛会当受到咱劳基法甲一再保险的保障。嘛望讲农业部渔业署会当修法，强制要求讲，阮用的渔船都爱装 WiFi， 互渔工伫海上嘛通对外联络。保障渔工人权，保障渔工人权，守护海洋正义，守护海洋正义。有外国媒体报道，台湾渔船涉及台外籍远洋渔工，早起民间团体去劳动部抗议。民团指出，远洋渔工无适合劳动基本法，嘛无强制爱保劳动职业灾害保险。即使渔工伫船顶受伤，却无法度得到赔偿。伊嘛呼吁政府修法，要求所有远洋渔船拢爱安装 WiFi， 互渔工伫海上有法度随时求救。在海上的远洋渔工，当他没有 WiFi 的时候，如何打1955来跟劳动部来反映他任何的劳动的这个相关的事务？职业工会建议各大重要渔港爱设救援站，渔港上岸会当随时得帮助。民间团体批评，目前的劳检是等渔船靠岸才检查，根本无法度反映海上工会真实的状况。不管是对于船上的设备，对于安全卫生的设备，还是对渔工的访查，它都是在岸边做的，它完全没有在渔船在海上实际作业的时候来做检查。我们要求，不管是劳动部还是渔业署，都应该针对我们的渔业做正式的全面的劳动检查。针对这个诉求，劳动部回应，未来继续和各部会做伙合作，去保障外籍远洋渔工的权益。台湾是海岛，远洋渔船的数量那是全球第2，当年的产值嘛超过台票400亿，能力有多强，责任就有多大。民间团体呼吁劳动部，互渔工适用劳基法和职灾保险，保障外籍远洋渔工的权益，也互台湾渔业通永续发展。
记者魏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来看气象署指出，讲热带性低气压 TD09上紧哦，今仔下晡就来形成今年第6号风台微帕。预估拜五、拜六会上接近台湾哦。今仔各地天气是拢阁真热热，也毋过过道山区会有雷公雨。明仔载会受到微帕外围快水气的影响，东部会开始落阵雨。伫19、20哦，东部阁有屏东，都要特别注意，可能会落大水雨。今天主要就是今天可能就会形成这个微帕台风的一个部分。气象署指出，热带性低气压 TD09上紧伫礼拜四下晡形成做今年第6号风台微帕，向西北方向行，进入南海了后，对中国广东地区登陆。虽然未进入台湾，不过外围环流会带来大量的雨水。18号一直到19号这段期间，相对距离台湾会是比较接近的一个时候，所以在这2天的一个影响上，也算是相当的明显。受到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拜四台湾各地天气无稳定，过道了后拢会有雷公雨。拜五、拜六风台上接近台湾，到时东半部可能会出现大水雨、大豪雨的情形。南部地区规工嘛有落袂停的雨，也那北部和中部就要注意过道了后的雷公雨。在东半部地区都是容易会有局部有普遍性大雨，甚至是会有局部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至于像是在其他地方来讲的话，以及外岛的澎湖、金门跟马祖的话，这个雨势上也会逐渐变得比较明显一些些。只是说在这个雨势上来讲的话，目前看起来还是以午后雷阵雨的情况为主。另外，气象署嘛提醒，后礼拜伫台湾东南海面上可能阁有新的低气压系统影响台湾，到时替台湾带来阁较济雨水。如果后礼拜1到后礼拜3这段时间，全台拢会闪雨，进入湿热的天气形态。记者陈选、郑俊佑台北报道。风台扫过哦，伫台南沿海有超过1万户徛在厝顶受损，即马又有风台接近咯，灾民是赶紧伫厝顶来搭布棚，要来查雨。即届将军佮北门渔港的牌仔升等甲真食力，中央是公布讲上济通补助25000股，也毋过渔民是讲哦，一只牌仔几10万，望讲中央会当提悬补助。渔民爬去厝顶捡索啊、白布棚兼地砖啊，但那时拄走，煞来也有风台接咧来，这些灾民心惊惊，趁天气好，赶紧整理家园，避免损失惨重。根据市府统计，即摆徛喺厝顶受损拢总1万桶雨，即阵阁有2987户单要处理。毛里长平台邀志刚入灾区帮忙，希望灾民会使早日恢复正常生活。怕漏水，因为现在你这次台风要找那个修缮房子的也不太好找，所以先暂时盖帆布。遮一下雨水这样子。另外，将军北门这带的渔民趁食工具嘛受损甲真严重，这回嘛因为风势伤大，落地到渔港遮大细加起来300个塑胶牌仔，有7成拢海去，有的甚至沉伫海底，根本就找无。虽然这阵中央有公告补偿，上悬咱补助2万股，渔民是认为买一个成本就要几10万，补助根本就无够，因希望中央通放令补助标准，嘛通提悬经验。大几百万的物件，想要去我迄一台40-50万，看补助迄1万块，话落落去，迄是要安怎去了？这是生财工具呢？2.5万，说实在的，连购买那个船的那个塑胶管的一个费用都太过这样，更不用讲说没有牌子的部分是没有做，目前是没有做理赔的一个方案，希望说渔业署或是相关单位提高赔偿的一个额度。但市政府表示，10日开始嘛开放民众通申请厝损害慰助金，针对厝顶外墙损害等，上悬会当申请到10万块。厝所有权人也是实际徛咧遮的住户会当提出申请，若无大损失补助金减半。另外，中低收入户会当搁另外发5000块。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嘉义县布袋新闻哦，是嘉义县规模上大的供电厂，伫风台扫过有4成受到破坏，是甲未处理。县政府表示讲，因为目前电网络佮交通甲未完全恢复，嘛去影响到供电帮处理的速度，所以会来要求业者爱赶紧变好清气。
技术人员来到工地场，要了解工地面板歹去的范围甲所在，才有法度安排清除的工课。家己关布地询问地方伫水面顶的工地板，因为即个风台造成真侪损害。当地里长讲，有看到工程人员来出入，上惊烦恼的也是工地板敢有污染，希望业者会当赶紧来整理。因为那个太阳能板里面的组成到底是什么，其实地方也不清楚，但是那个数量这么大，拢落落在水里，当然我们这边的民众也是加减会烦恼，是不是对这个环境啊，对这个水质会加减有一个影响安尼？嘉义县政府经济发展处表示，新稳地方地有6位工地场，互五间业者来经营，是县内规模上大的水面式工地场，已经有要求业者来清除，嘛有提供所在，互业者放歹去的面板，暗算5外会当处理完成。太阳光电设置容量大概是95。那目前估计的损失大概有40%哈。那其实以布袋新温制洪池受损最严重的部分，大概有5万片的模组。那其实他们业者现在也积极依照环境部跟经济部的规定，积极在处理当中。嘉义县环保局表示，工地板内底无有毒的物件，袂造成环境污染。落伫区域排水的地方池，嘛袂去影响民众一般生活用水。布袋电工所指出，地方池范围大，知影可能需要真侪设备甲时间来清除，也是希望业者赶紧来处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有媒体指出，讲总统热前伫8月按说要去中南美洲的友邦巴拉圭、瓜地马拉、佮贝里斯访问，会过境美国。也毋过总统府甲外交部是还未证实。今仔早起，总统是接见瓜地马拉国会议长罗姆斯的访问团，嘛先对瓜地马拉最近发生的地动伤亡来表达慰问，嘛正感谢友邦的小天。感谢罗姆斯议长持续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除了代表国会签署友台决议文，也针对中国错误诠释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发表声明。来自罗姆斯议长和瓜地马拉国会的支持，让我们非常感激。未来台湾和瓜地马拉作为全球民主阵营的重要伙伴，将继续并肩同行，共同守护民主自由价值。媒体是指出，讲总统热前伫8月会安排上任后的第2届访问，会去访问中南美洲3个友邦巴拉圭、瓜地马拉、甲贝里斯，嘛准备头1届来过境美国，会经过纽约甲德州的达拉斯。也毋过总统府是还无相关的说明，只是强调讲，若有确定会随向国人来报告。再来看，初九开始的汉光41号演习，今仔第9日嘛是落尾一日。今仔国军是模拟解放军攻击大台北地区6项601里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佮乌鹰直升机投入作战，嘛协助地面部队。今仔早起，伫新北市树南的公园嘛演练甲直升机加油挂飞弹，这嘛显示咱国军平常时训练有素。乌鹰直升机远远安尼飞过来，降落伫公园的草坡仔，普罗佩亚还咧放，发出真大的声音。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嘛伫咧降落。汉光41号演习第9日，要演练持久战。国军模拟中国已经拍入来大台北地区6项601里，派出2只乌鹰、2只阿帕奇提供地面部队火力支援，嘛演练野战警报。4只直升机降落了后，烟雾还咧放，规排看到真壮观。加油车赶到现场，官兵由油管线采1台对4台方式，在烟雾无管的情形之下来做加油。阿帕奇跟黑鹰直升机在新北的树林公园这边执行这个热加油以及挂弹的作业，必须在限时在30分钟内完成整补，即刻升空重返战场。官兵灌规箱的火药，大火去甲阿帕奇直升机，甲攻击到人战车的地下火飞弹，还佫用来交战的刺针飞弹挂起去。另外，乌鹰直升机有下区支援的能力，会当协助兵力物资运补，甲受伤的患者送去病院。6项2大主力战机详细降落警报，请真侪民众来看。国军可能这10天9夜的辛苦的操演，就是那种有被守护到嘛？有，在路上看得到他们比较安心。不过战争的时阵，直升机执行一加油甲挂飞弹，这个过程较脆弱，惊会去互解放军攻击，所以伫4区位啊有部队来警戒，确保直升机真紧恢复战力。有学者观察，6项的阿帕奇、乌鹰执行首都款的防卫任务，经伫起步演练加油甲挂飞弹的补给，是真有战术价值。比方说，它可以避免，就是不用太过于依赖集中的前进基地，以避免遭到集中打击。那又或者是说，透过这种方式分散部署，然后去中心化的作战的方式，去强化它的生存能力。汉光演习就准备结束，中国增加扰乱台湾的力头。
国防部将解放军对台湾发动联合战备警巡，17发布侦查到58架次的中国军机，其中行过海峡中线进入北、中、西南甲东部空域有45架次，加上9架中国军舰、甲1架公务船包围台湾。我觉得多多少少就已经有示威的意味了，就表示说他也不甘示弱。但是我是觉得到目前为止，共军好像没有采取非常强烈的行动。针对中国大动作，派出军机军舰来扰乱，佮挑工演练封锁台湾。有学者认为讲，中国目前是咧甲咱讲，敢有进一步的军事动作，也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金华城案哦，今仔搁再开庭，即届较受到注意的是下晡以证人的身份来传唤东鑫集团的总裁王令玲。另外，目前聚宝庭爱维经集团的主席沈庆京哦，是3亿交保，1亿是用沈庆京家己的钱，另外2亿的保金是要求讲要由保证人来提供。目前哦是搁找无愿意借钱的保证人，所以这马法院嘛裁定讲，会当3亿拢改做家己来装。法警介护前后行路警备车，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以及台北市议员应晓薇，17搁再因为金华城案提审出庭。院外支持者成员即届开庭的重点，同款是问证人，团得到冤起诉的维经集团前法务经理陈俊元，丁上敢若讲负责金华城的法务工作，协助တင်前开予留地板的面积。不过检方持续询问，伊用过的传讯内容，陈俊元拢以无印象、无清楚回应，也互辩方真侪解异议。主场检察官定予提问，询问证人。共款，互人传到庭的由金华城监察人张志廷是被告以互人控告甲专案金流有关，因为陈俊元伫侦查中表示，张志廷予伊30万现金，要求捐予民众党。不过即届出庭，伊解讲公司的人摕予伊的，不过袂记得是谁。当初是检方一直问，想讲甲财务有关，毋知感觉是张志廷。17主要是下晡要开庭的，摆定东鑫集团总裁王令玲会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即届审理维经集团主席沈庆京，搁再因为破病请假，进前核准聚宝庭爱伊卡伫2亿的私人认保，合议庭嘛裁定，若是无人愿意担保，会当该家己提领3亿来聚保。记者采访报道。7月2日大罢免的投票搁剩9日，今仔罢团是开记者会，呼吁民众报名监票。目前全台湾24个选区，计共有5947个投开票所，大部分的选区监票的卡手拢无够。国民党嘛表示讲，虽然各地方的党部有造假人数的关系，也毋过因一个投票所直接拢会派2个志工去监票，按算的动员12000个人。出发，加油！7日特别进行罢免投票，罢免团体发起的大绕境造势前进行保持。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带领党工一小天，传出内部观点7+30，国民党立委有希望罢免成功，将重点部署兵力。其中一位是新北市南亚立委叶冠之。每一个罢团、每一个罢区，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最后的阶段，大家一定是全力以赴。国民党讲说，这个赖清德总统要来宣布戒严，我想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假议题，也是一个抹黑。宣布南亚的赖总统将宣布戒严的讲法，林佑昌也表示，在罢免最后阶段，民进党会做国民团体扩散，强烈监督任何干扰行动。在投票日最后9日时，罢免团体呼吁民众踊跃报名监票，因为全台24选区有5947个投开票所，多数选区的监票能力严重不足。我们是希望说外间的人员就是一个投开票所至少2到3位，我们现在这次有24个就是选区，所以可能需要是绝对是破10000位的这样子的志工。国民党组发会主委柯武金表示，虽然各地方党部面临规则人数关系，也毋过一个投票所有缘会至少有2名志工，有计动员1.2万人。选罢法其实规范的是选前10天不能公布民调，并没有说不能抢救。他提到这样呢，无非就是想要恐吓我们这些委员，还有让媒体的报道可能会不敢出现抢救告急这2个字样。柯武金也批评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前一日讲，投票前10日话告急有违规过路，后来才解释，亲像执政党的拍手。柯武金也要求在选前关键时刻，对各种假信息、违反选罢法的行为，行政单位要公开查办。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支持的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是表示讲，伫10日有人调工在发物资的所在，杀人难民，造成人打人的意外，有20个巴勒斯坦的人死亡，嘛质疑讲这甲哈马斯有关系。也毋过，无人讲是基金会包厢发射乌胶弹甲闪光的手榴弹，才会造成意外。这条道路受伤的民众送入病院抢救。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甲拉法之间一个援助发放地点发生人烧落，造成20个巴勒斯坦人被喘气死亡。من ورا الناس بتضغط عليك من ورا الناس بتضغط وقدامك شبك يا اما تنفدغ يا اما تنفدغ وتموت يا اما بتقدرش تطلع فيش خيارين يا اما تموت يا اما تتصاوب بس خيارين اثنين اللي معك في اللحظه هذه بس 这是美国支援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 GHF 管理的援助发放站。GHF 透过声明表示，人群内底有提武器的人甲哈马斯关系，佮故意煽动骚乱。暗过现场民众指证是 GHF 家己的情报上发射武器。GHF is blaming Hamas for the violence. It says the group sends people in to provoke, to cause panic, and provoked a stampede that led to most of these deaths. However, witnesses tell us that GHF's own contractors fired pepper spray and stun grenades, and that's what caused the crowd to panic.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指出，过去6礼拜伫加沙援助发放点甲车队周边已经有至少875人死亡，其中大部分发生伫 GHF 援助地点附近。以色列毋但继续伫加沙实施军事行动，甚至准备建设人道主义都市来收容因为战争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不过，进前要经过安全检查，那这起部分准地区而且由以军控制周边地区，引起以色列前总理欧莫特批评亲手伫加沙打造疾病。被看作是种族清洗，人权律师认为可能造成战争罪甲反人类罪。مدينة الخيام اللي بيزعم نتنياهو عملها وحبس الناس في معسكر اعتقال كبير ويتحكم في هواهم، يتحكم في مائهم، يتحكم في قوتهم، يتحكم في شبابهم، يتحكم في نسائهم، في كهولهم。有真济国家组成的海牙集团伫哥伦比亚举行会议宣布，因会追究以色列伫加沙部行责任，包含组织向以色列转移武器。参加20多国，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古巴、印尼、马来西亚甲南非等国签署一份联合声明，承诺采取法律甲外交措施来结束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公视新闻陈伟珍报道。以色列轰炸叙利亚军事总部，经过叙利亚唔通干涉德鲁士做的代志，这场轰炸是造成3个人死亡。伫美国方面是表示讲即马各方已经同意讲，今仔暗时这场暴力冲突就会收煞。也毋过叙利亚方面是表示讲欢迎来朝，即马以色列是阁无任何的表示。记者伫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军事总部头前报道时阵，所发生连续爆炸。轰炸范围也有总统府附近，这是以色列对伊斯兰主义者领导的叙利亚政府所提出的警告，要求后境内德鲁士少数族群伫心中地带，使大威胁无受干扰。叙利亚卫生部表示，以色列空袭造成人员死亡，以色列是表示攻击是军事目标。美国华府是想要缓解局势。We are calling on the Syrian government to, in fact, withdraw their military in order to enable all sides to de-escalate and find a path forward. This was a misunderstanding. 叙利亚进前谴责这摆空袭是公然侵犯，想要激化紧张局势。后来佢表示欢迎相关协商努力。根据叙利亚国营媒体报道，叙利亚政府军来提出维持达成。美国表示，各方已经同意采取措施，争取今日暗时结束叙利亚暴力冲突。过去几日，以色列已经真济摆对这省发动攻击。遭到德鲁士宗教领袖之贾布宣布，甲叙利亚政府达成新一轮停火协议。按过另外一个声望较高的精神领袖西里吉国在接受，认为政府无诚意。去年12月，叙利亚阿塞德政权被推翻。伊斯兰主义者领导的叙利亚当局甲宗教也个族群等群的少数族裔一直关系紧张。根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差不多12万个德鲁士族裔，各伫以色列国防军服役，社群甲国家关系密切。公视新闻黄玲报道。过来消息来看，立法院今仔针对美国扣对等关税冲击办公听会。有专家是表示讲，若美国的进口产品零关税，这严重影响到咱国内汽车产业甲农业哦。
有学者嘛正烦恼讲，若开发其他的出口市场，嘛惊会讲对业者来产生二度伤害。立法院财委会举行台美政府对顶关税协商公听会，邀请各界代表参加。外界关心，若美国进口产品零关税，农业甲汽车产业恐惊受严重冲击。汽车产业企业代表话声应该先调整货物税，毋是关税。劳团代表是烦恼劳工就业环境也受影响。行政机关应该主动向立法院来报告。前总建议启动国会报告以及社会咨询程序尤其应该纳入商业总会、工业总会还有全国总工会的意见希望优先调降货物税，而不是关税。我们要降为零，是比别人更有办法、能力承受吗？学者认为，因应关税冲击，土地出口市场是方法之一。不过，若是出口到所得较低，或者是生产成果的国家，恐惊后国内厂商受二次伤害。他不是没有能力卖到低所得，是因为他要赚取一个比较高、比较合理的利润。如果真的在协助业者转到这个低所得国家的市场，其实坦白讲，就是一个二次伤害。财政部强调，台美关税谈判的前提是深化台美经贸关系，甲秉持互利互惠原则，达到贸易平衡。对企业或者是民众，若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无法度一摆交清税款，应申请免算利息、延期、分期来纳。延期上长1年，分期上长36期。到6月底已经核准6803件，应该纳的税也差不多是288.2亿。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头一波对顶关税8月初1号要开始起，美国总统川普昨是搁再表示讲，会对全球超过150个国家来发出关税的通知批哦，税率是伫10%到15%。有外国媒体是指出讲，台湾随时甲印度协议就特别完成了，了美就会宣布。另外，中间今仔是公布上新的年经济的成长率预测哦，虽然阁有真侪无确定因素，也毋过是真乐观来预估，全年有机会当保掉3%。美国总统川普公布的第一波关税税率要伫8月初生效。川普伫当地时间16日发出消息，表示特别对全球超过150个国家发出关税通知批，被看作是一个群组，统一适用同款的税率，范围可能伫10%到15%。佮表示，美国特别宣布几项袂歹协议，外界拢在关心，这是不是包含台湾在内？我觉得台湾还蛮有机会的，可能落在10到20。那好一点的话就是15嘛，因为我们只要比亚洲其他国家低，那我们就有相对的出口优势。对，我觉得台积电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一个筹码。不过，在关税政策影响之下，中经院14日发布，2025年第3季台湾经济预测成长率平均是1.08%，主要考虑因素包含关税政策无确定性、汇率走势加其等因素考虑之下。不过，全年经济成长率是3.05%，也是保守。到底有多少的部分会受到影响？我想可能要到最后的数字出来，我们才会比较清楚。台湾占了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 AI 产业。说实在的，在全世界里面，真的算是景气比较好的产业。另外，针对物价方面，中经院分析，新台币汇率承担抵消进口通膨压力。2015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可能落伫 1.89%， 有希望比通膨警戒线 2% 以下较低。但食品可能因为天灾甲服务绩效有明显起的幅度，不过关税税率依然是变数。一旦公布了，观察是不是引起后续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姓刘的年尾，姊妹仔日台时，一岁查甫囡仔开这案，下晡阁要开庭。有民间团体早起去医护人员的总部抗议哦，因对医护人员的表现表示真不满甲遗憾，嘛指控医护人员是咱台湾医疗保护制度上大的空帮。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站出来，就是为了台湾的每一个孩子、每一条无辜幼小的生命，我们要把台湾的社会安全网全部补起来。民间团体下晡嘛去法院定情，因要提出4大诉求，要求医护人员爱停止募款，公开因的校报，嘛爱交代善款的使用。针对案，就爱向社会甲受害家庭来回实的，彻底来检讨制度，嘛爱来接受第三方的监督。计划昨中昼桃园的德维渔港2楼的餐厅伫食饭的时间，天棚的轻钢架放弃，加载是无人着伤。早起技师嘛去现场勘查，渔会讲会赶紧请人来修理，确定安全才会开始做生意哦。即马伫1楼的渔会市场是正常营运，无受到影响。
饭食到一半，天棚煞落落。代志发生地点就伫德惠渔港渔产品直销中心2楼餐厅。拜三中昼都是食饭时间，疑似建筑物牢固固定伫天棚轻钢架螺丝的所在，暗头落落，结果天棚也崩塌。好佳在无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昨天出来上面掉了一些石头，这样它好像是慢慢下来，刚好外面还有桌子，就请他们在吃饭，完全就是招待他们。代志发生的时阵，点头马上进行人员疏散，天棚当时也已经初步恢复。目前现场依然为封锁线管制。17透早技术到现场勘查，建议放落去的所在结构补强。餐厅是休困2日，若确定其他食饭的所在无安全记录，会部分先开放。按算下礼拜会进行工程修理。现场也只是不会因紧急找厂商来做一个修缮并确认修缮完毕之后确认安全无虞才会对外开放。德惠渔港直销中心建筑物已经有28年历史，协会每年拢会编列预算进行相关修理，也甲市府甲中央争取相关预算。目前已经伫渔港北平起新的直销中心，按算伫115年6月完工，今年下半年会完成启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桃园区的美兰部落唯一对外高空扫压机吊桥5月开始封桥征收，也毋过因为临时的变道和大雨冲歹去，所以吊桥又搁开放使用。前几日有一台沙石车超载，造成7成的桥面弄损断去。民众骑奥多摆过桥，海悬海低是真危险。原民会嘛表示讲会赶紧先甲变桥来修理好势，互民众使用。这是唯一一条部落进出的道路。空车3栋半货车驶过桃园区美兰部落的扫压机吊桥，因为桥面更帮有损断，规台车都安尼对咧海悬海低，有的铁棒已经到甲翘起来，阁有几落搭已经拆落。不过部落居民无选择，驶车骑车的道啊路，用行的都换扶手稳稳啊行，因为这是因出入的唯一道路。你看这个桥，整个都是凹凸不平，摩托车过都很不好过。我们上课、上班，甚至看病的都需要使用这条吊桥，所以如果能够更完善的把这条吊桥做得更好，甚至是有没有办法把这座吊桥改成水泥桥，我相信对部落来说应该都是非常好的。民众讲桥的两边拢是住户，出入拢靠这板桥，原地使用率悬，接维修都互因真困扰啊。14搁去互超载沙石车搞一个害愈惨。原民会讲，吊桥伫5月开始征收，因为临时变道去互大水冲害去，所以征收的期间搁爱开放互民众行，才会进度变慢。16甲公所紧急会勘了后，会赶紧征收，而且先抢通变道，互民众通行。在这个礼拜5开始，我们会采取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的这段时间，道路封闭来加紧的来进行这个工程。原民会表示，日时的时间期间车辆袂当过，人的部分是改过通行，你暗时是无限制。针对沙石车造成桥面损断的部分，后续也会向事主要求赔偿。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彰化的新港乡有住户正不满讲附近的建案施工，就是因家的地砖甲壁倒有必损，甚至有的厝起起。虽然建商有请土木技术工会来鉴定也毋过住户是认定讲鉴定报告无够周至，嘛要求讲建商得爱负责。社区大门的条仔甲边仔的楼仔厝原本白白的壁倒，即阵离超过3公分，阁有徛过头前的地砖嘛有必损。居民指控是隔壁建商咧起新厝，施工不良所造成的。因咧挖地啊时吼，就开始本大是差不多0.5公分，过来1公分，过来1公分半，过来2公分。起迄个大楼有造成咱这地基规个倾斜。地基也有倾斜，然后地基也有掏空。彰化新港乡一担工地咧起公寓，但是附近民众指出，建商咧挖地下室的时阵有顶打，地属因的厝的地砖甲壁倒拢有离开必损的情形。建商表示，已经委托专业土木技术工会进行鉴定，一切以报告为准。8户里面只有2户达到标准赔偿的标准，1户赔4000多块，这是第三方的鉴定结果。你们是不是4月底跟6月底有去调解2次，然后没有成立嘛？对，后续你们会减负这个调解不成立的证明文件，跟
现在手上这份损害鉴定报告，会送我们县府去召开建筑争议的评审。官府会刊表示，2月初接到定前有请建商提供安全鉴定的报告，现场施工是无问题的。随后会针对这案召开建筑争议会议。不过住户表示，干那希望建商会当甲因的厝恢复原本的模样，莫互因大家心惊胆吓。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东地检署最近5档起诉的案件是以公共危险罪排第一，又搁以食酒赛车上济哦。台东县警察局统计，去年1月到6月掠到食酒赛车904件，今年同期嘛已经降到600多件咯。嘛强调讲会继续加强处理。台东县警察局统计，去年全县酒后赛车发生事故，拢总造成119个人受伤。今年警方无定期安排道路酒驾处理勤务，以到6月，拢总处理666件，比去年减少。酒驾造成的事故，今年到当也减少到39人。警方表示，今年警方毋但强烈执法，也要求各分局设置社区来宣导，呼吁民众毋通酒后赛车。今年在本局强力的执法下，共取缔666件，减少238件。警方也统计，因为酒驾轰炸口的汽机车，敢若放伫台东县摊吊保管场的就有75台，各分局的停车场也停满酒驾轰炸口的车辆，车主拢无领回。县警察局表示，车主搁无来领走，依规定会送法院拍卖。经2次催告未领回者，于公告3个月后进入拍卖程序。警方分析，台东民众啉酒赛车的关键多数是伫厝内，也是亲戚朋友厝。啉酒了后，心中投机上路。因为警方强调，啉酒赛车上路，轰炸刑下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搁并扣30万以下罚金。呼吁民众啉酒了后毋通赛车。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新竹市农会为着要协助种奶子的农民改善病虫害的问题，所以教农民伫奶子园点一款草啊色的 LED 灯火哦，会当来防止病虫害，会当来减少农药的使用，提升产量。农民是用甲真满意。看起规片的奶子园，伫暗时啊，拢点起草啊色的 LED 灯火，这毋是为着水，是可能为了防治病虫害上新的武器。我们已经实验了2-3年，然后就会发现说，点绿光了以后，我们吊果的数量大大的减少，然后产量大大的提升。可能讲自从用这种灯火了后，那产量得到提升，奶子食起来毋但搁较甜，而且可以当减少使用农药，互大家食安心。喷药的次数大大的降低，大约只有以往的1/3到1/4。那其他的时间我们就点绿光，然后做我们的荔枝的保护。以往我们防治荔枝细蛾都是完全是使用农药，后来用了绿光防治以后，我们发现整个荔枝细蛾的量可以减少到只剩下2%。目前新竹市种奶子的面积约11公顷，农会已经帮其中4公顷安装一套 LED 灯火系统，协助农民来防治病虫害。硬体设备来讲，这些灯泡、还有线材、还有这些架设的设备，1分地大概不到2万块，大概1分地不到2万块。那农民呢也可以自主来架设这些就是绿光防治的这个设备。用科技种出无农药的奶子，新竹市农会指出，未来会继续推广，让奶子除了好食，嘛加一份安心。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台中市抽检市面上11款囡仔在耍的史莱姆，发现5件皮超标，上济超过8.6倍，嘛已经要求业者回收，上济当还200万。动物科医师嘛提醒讲，皮这款元素，囡仔长期接触，也是讲去吸到喙甲鼻仔，会伤害皮肤哦，家长就要特别注意。乌鸡丸放伫手的黏黏稠稠的，就会变形，色水真艳。这是囡仔真介意的史莱姆黏土。不过台中市政府抽验市面上所卖11款商品，发现有5款片元素不合格，上悬超过标准8.6倍，长时间算可能影响健康。家长听到消息嘛会烦恼。会很惊讶，会觉得说，因为之前小朋友也会去玩这样子，可是我以为那个是很安全的，对，没想到他检测是有这样子的。那针对皮肤上面，我们也会很担忧。
台中市消保官表示，这11件史莱姆黏土产地大部分是中国，分别伫实体册店甲网络伫卖，但金属检测拢合格，有2件中文标示无合规定。5件评超过标准，除了要求厂商随落落来，嘛依照违反商品检验法移送经济部票检局，后续会当罚20至200万。硼酸的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对黏膜呢、对皮肤的刺激是比较强，所以是可能就会发炎，然后会溃疡。一个很小的小孩，如果那个体重比较轻呢？事实上，很可能不用太久，也许玩1天的就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变化。市政府甲医师拢建议家长，囡仔耍史莱姆黏土的时阵，应该选择通风的场所，佮限制时间，嘛袂使同时食物件。耍煞会记得爱洗手，嘛会当拣无含硼的黏土，保护细汉囡仔。记者采访报道。无人机长时行，今仔伫南投县的中兴国中有民间团体专工来到南投办一场青少年无人机的体验活动哦，学生是拢感觉真趣味，咱嘛做伙来看卖。那往后的话，最其实它就是往后。学生以有关甲荧幕来模拟无人机的飞行，就亲像真诶共款，为咗学生拢是第一届体验。感觉足好耍的啊，对我以后的找条路会有帮助。操作起来就不简单，就很常就是刚才一直把那个电脑里面那个空拍机弄坏。无人机会当运用伫科技、农业、救灾甲各项等方面，应用范围真宽。主办单位表示，南投算是较偏乡，希望有愈侪科技教育资源导致到南投。我们不想让城乡的差距这么大，所以希望说我们可以多一点资源、多一点教育灌注在我们的就是南投这个地方。那也希望对他们以后呢，在无人机的发展的部分，对他的未来能够有一些启发。教练安排学生耍无人机卡球，增加课程的趣味性。中兴高中校长郑俊南讲，除了无人机操作的体验，未来嘛提供学生更侪无共体验，互囡仔未来伫选择高中职五专有愈侪想法。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华北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